4日時間，穿越貴州，由亞洲第一瀑布嘅雷鳴，到全世界最大苗寨嘅千年歌聲，一場極致嘅山水同民族盛宴，而家正式展開。第一日抵達貴州，用當地地道嘅酸湯魚，開啟貴州酸爽鮮香嘅味覺之旅。夜晚入住舒適酒店，養足精神。第二日直奔黃果樹，感受瀑布光明嘅震撼。唔單止遠觀佢嘅壯闊，更要行入瀑布後面嘅水簾洞，感受天上河流喺身邊奔流嘅威力。晚餐用苗族最高禮儀迎接你，蘭門酒喺盧生同飛歌之中，感受苗家伙一樣嘅熱情，喺歌舞同米酒之中沉醉。之後入住酒店，連續2晚，行程更加從容。第3日嚟到西江千戶苗寨，趕上一場苗年節慶。喺盧生滂沱鼓聲之中，苗族同胞着起盛裝跳舞，一齊慶祝佳節。喺世界最大苗寨西江，一齊走進千家燈火嘅故事裏面。晚餐係長台宴，挑戰高山流水嘅獨特風情。最後一日，漫遊清水江上明珠下獅古鎮，4日旅程，將自然嘅壯闊、節慶嘅歡騰同民族嘅心情匯聚成獨一無二嘅貴州記憶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